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回来关心台湾文化语言加在地知识发展的大代志。若讲到囡仔古，应该袂少人拢有听过德国的格林童话，毋过恁敢有听过台语的版本？格林童话伫19世纪陆续出版了后，全世界有上100种语言的翻译，即马也有台语版本。这是由成大台文系副教授陈丽君甲学生伫今年6月所推出的。你无听过格林童话有声册？这本有声册除了有德语、台语，嘛呈现出原地故事的黑暗面，甲咱细汉读过版本拢真无共款。红门啊啦！我早今两个甲酒来，紧开门。大家真熟的外国囡仔古格林童话，即马嘛有台文版本哦，像红帽啊，佮有阿梅啊，你敢约会出来是倒一个故事？阿妹啊，甲你的头鬃放入来食。即个查某囡仔啥哪会互关哩遐？是因为因妈妈吼去偷食着即个隔壁人这腰包种的即个妹仔菜，所以阮较会甲伊翻做即个阿妹啊。吼，伊即个名称就会使结合讲，妹仔菜阿妹啊。作者陈丽君甲伊的团队尽量甲原汁原味的德国民间文学翻译过来，连内底的字词安怎结合台语的语感，拢真讲究。像故事图摊内底，就有一句道具用台语念起来，就真趣味。伊讲树啊摇叮当，金衫银的斗相共。甲阮装好水当当，都变啊破啦！才拄念煞，鸟仔就位树仔顶，等落来一领用金链银珠添甲水当当的衫。其实咱是要甲一寡咱台语原本无的，吼，甲翻译过来，吼，正做咱惯势吼来普遍利用的。所以讲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台语文伊是有文字的书写的语言，其实会使真准确来表达。各种的思想文学，这本你无听过格林童话，德语、台语拢有，呈现出原文内底故事的黑暗面，甲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甲咱细汉读过的版本可能有出入。毋过翻译者希望透过这来表达教育性。规本册总共收录5篇，请小学生来念，嘛希望遮做这个年纪囡仔的一个读本，互青少年嘛会当透过台文增加世界观。记者陈雅文、赵水台北报道。除了格林童话，相信大家对世界经典文学《小王子》嘛袂生疏。《小王子》按1943年发行头一版了后，至少互翻译做300多种的语言。去年头摆出现台语版本，佮搭配语音朗读，引起热烈的讨论。到今卖出5刷的好成绩，也来打破台语文学的出版纪录。所有大人嘛拢做过囡仔，毋过真少人会记得。这是《小王子》的经典文句之一，翻译者是住伫香港的台湾人蔡雅晶。因为无意中发现朋友翻译的广东话版，互伊决定要将《小王子》为法文直接翻做台语。但是并无台语文基础的蔡雅晶，要翻译进前爱先学晓台语文。我感觉上困难的，就是毋知安怎讲，啊无就是讲知影安怎讲，毋知影安怎写，这就是主要就是这两个感觉较上困难的所在。为学习台文开始到翻译完成，蔡雅晶用2年的时间，后续出版社嘛用年外的时间修订。众人合作完成的台语版《小王子》，到今已经第4刷，卖出遮尔好的成绩，其实嘛代表台语文的阅读环境愈来愈好。所以台语文的出版品若是卖500本、1000本，就代表讲愈来愈侪读者是有接受到台语文较正版的观念，吼，较正式的教育的观念，有法度来读这类的出版品。若是读者愈来愈侪，就代表讲台语文的环境实际上是愈来愈好，愈来愈侪人有完整的台语文的能力，会当来阅读传承咱的母语，这是一件最好的代志。语言毋但爱讲，嘛爱会当写。蔡雅晶希望这本册会当做一个示范，互大家熟悉台文的水。我当然是希望讲这本册会当起到一个敢若示范的作用，
就是算讲会使鼓励真侪人。其实台语毋是会使讲尔，嘛是会使写，嘛是会使写真优美的物件。会当用一个语言翻译甲创作，除了是认同语言的价值，嘛等于互语言新的生命。创阿精嘛讲到，每一种语言拢有家己特有的民间智慧、历史典故甲文化传承。除了生活中爱讲，嘛爱靠文字记录，才会当真正的保存。记者杨淑晴、张玉水采访报道。头拄则咱看到拢是外国的囡仔歌翻译台文的版本，其实为着互囡仔人了解台湾本土的风俗传统，有文创团队根据台湾风俗志参访谈的调查，写出3篇发生伫台湾的奇幻故事，佮推出台语有声册绘本，用上在地语言讲出本土故事。发生伫詹文溪的八足情人夜光灯传说。上后找物件的虎蛇西罗登利亚，佮有用马戏团的摇白菜，一篇一篇精彩的囡仔故，即阵会使透过有声绘本来认捌。利亚是新明的假情将军，虎蛇西罗登的利亚，上爱甲囡仔耍美小吹啊！一般市面上较常看到国外动画册，有团队参考台湾风俗志，加上实际访问调查。推出台湾本土的奇幻故事。100多前台湾人这故事其实真侪拢一定失去啊。迄是过去咱生活的一寡资料、一寡物件嘛吼。啊，即马失去，咱倒转去甲找倒来，吼，互大家了解咱过去到即马的故事是生做啥物形。张世豪表示，伊细汉就听真侪新明的故事，参几啊个，这故事也代表着台湾的文化甲民俗。希望透过有声册，用生动活泼的囡仔故，互台湾文化卖长紧。咸罗王够利亚，对我来讲，我就是咸罗王是毋是爱加淡薄啊？迄个威严利亚，就是我着用迄个小可用个性啦。利亚是安尼，咸罗王是安尼。虽然有压落的部分，毋过敢若有听到另外一个情绪。张世豪为台湾文化出发，写出本土的囡仔故。绘本也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立委林昌泽、作家黄月水、知名配音员陈宏雪，用台湾话讲出上在地的传奇故事。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家人报道。市面顶较罕得看到有台语的音乐绘本，为着推广公民意识参补语，本身是台本系老师，嘛是社会学者的曾家印。向文化部请经费，透过伊和囡仔做伙创作的故事，结合动画甲手语，将因对母语的爱，参更较侪人分享。谁会发出猫咪的声音，像一道容易吗？伫乌鸟形体头毛裤啊，曾家英老师拄对台师大下课赶去幼稚园。今仔日要分享的，就是伊和伊的双生仔后生阿新甲阿定同齐创作的《就好的厝》。咱做朋友好无？我是伫咧流浪无毋对，毋过我这毋是鸟咧，我是就好呢。故事主角号做阿少的这只就好，希望向人类宣扬保护树林甲保育类动物的重要性。替阿少配音的，就是阿定本人。阿咪，你讲了就有道理，咱应该团结起来，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咱应该团结起来，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是囡仔因家己的这个故事，就应该是囡仔家己来讲。哦，伊即马可能是感觉足悲伤的，你即马爱有悲伤的一个情绪等等的，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这是较困难的部分。所以伊教的毋是语言而已。伊教的，佮有迄故事内底要教囡仔一寡真好的想法。曾家英是台师大台文系副教授，是社会学者、音乐创作者，嘛是无语妈妈。因为市面顶的音乐专辑和绘本，囡仔拢差不多现了啊！伊伫咧旧年向文化部请经费，甲伊甲囡仔伫咧眠床边编出来，甲追求自由、找找家己有关系的故事整理起来，先做绘本，佮来出有声册，落尾伊佮家己出钱做手机翻译。大家好，若准讲我是就好。
对我来讲，上好的保护绝对毋是黑白臭树啊。咱常常看到，比树敢若看起来就是翻译就简单，其实伊后壁有足侪学问的。即个学问是阮伫咧做即个手语的影片的过程当中，阮才学着。嘛，因为安尼知影咱手语朋友因真正需要是啥物。用当半时间创作3本动画绘本，伫囡仔的生活经验出发，也是曾家英伫咧生活中实践母语的方式。伊希望当代囡仔有更较多元的阅读选择，也要和众人分享这项因对母语的爱。记者阿明清郑派文台北报道。囡仔看喙开开，哪有即种生存的即种本性吼？暗时我就甲因讲即个故事，伫咧讲即个故事当中，我就突然间就想着讲这就是国语政策吼。国土是囡仔入捌即个世界其中一项真重要的媒介。毋过，伫市面台语文的出版品甲英语、华语相比拼是较罕得见。顶一段节目，咱有了解台湾开始出现互囡仔读的台语册，包括绘本、囡仔故、有声册。今日咱就邀请到今年台湾头一部台语儿童公民绘本的作者，台师大台文系的曾家英副教授来参咱分享伊家己的创作经验。家英教授，欢迎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家英。是，真欢迎你来到咱节目现场哦。今日咱来讨论咱即个台语儿童文学即阵的发展状况。咱讲到阅读啊，其实即个习惯咱拢讲爱自细汉开始培养。但是我有印象中来讲，我家己细汉时阵啊，听到、读到的其实拢是国外的囡仔故。但是即阵的台湾有人咧出版即个台语儿童文学，包括教授你家己，敢会使请像家英教授来甲咱说明目前国内即个出版的状况是如何？其实咱讲吼，若是讲到公民意识的即种绘本，国外即嘛不了做吼，但是英国上做吼，北美嘛有足做吼。但是若是讲咱家己的台语的绘本吼，上做的即个主题通常拢是民俗较做，也是讲咧讲食物的吼。我就想讲无我就甲我家己。平常时我研究内底我有兴趣的吼，包括着主体性、民主自由啥物是土地正义等等的这议题，我都想讲要用囡仔的语言来甲伊放伫咱的绘本内底，嘛一方面甲咱现主时的即个绘本做一个对话安尼。互民众的选择愈来愈侪，但是实际上来看啊，咱即个台语的出版册，伊的市场敢真正有好，伊的市场。若是讲你要比较去甲华语，也是讲英语的，当然你若是甲爸爸妈妈讲。小概讲，即套册是英语的即个绘本哦，无论讲是啥物主题，其实爸爸妈妈拢会摕钱出来买吼。若是讲这是华语的绘本，通常嘛是安尼，因为咱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吼，真悲伤就是讲，伫咧过去的学院的即个学习的经验内底，对咱家己的母语吼，拢无系统性的经验，所以讲因对理解家己的母语是啥物，也是讲识别咱要安怎传承咱家己的即个本土文化吼，因其实无遮尔侪、遮尔深的一寡使命感。所以讲，伊通常拢会先去买华语加即个英语的绘本吼，尤其讲咱台湾人定定拢会感觉讲家己的语言无够好吼英语吼通常伫咧即个咱台湾的社会拢是一个足主流吼，感觉讲这是足国际观的一种语言，所以通常英语华语的绘本吼，伊伫咧即个出版的市场内底有影是主流，台语的绘本也是讲客语，甚至是咱伫咧即个系列作品内底，我甲手语放伫咧绘本内底吼。遮个咱讲即马已经是国家语言内底遮个语言吼，其实吼目前伫咧咱的市面上，即个数量还阁无够侪。但是嘛，因为安尼足侪母语家庭，也是讲台语家庭，有影足支持遮个出版品的吼。一个出版品吼，等出来吼，就所有的母语家庭拢会来到支持安尼。咱去讲倒转来讲，其实要创作一本册，其实是真无简单。家英教授，你一口开出3本，你当初想怎有即个想法，想要来家己做即个台语绘本呢？因为吼，就是讲到这吼，淡薄贪心吼，一摆出3本。其实我本来想要出6本。对即个一开始就是嘛是足感谢文化部有即个补助即个出版的即个计划吼。但一开始有影我是干那要写做是即个。就是纸本的绘本尔吼，但是做一半的时阵，我就突然间发现到，咱即摆囡仔吼，其实对即个会晓叮当的物件，把人教，其实较有兴趣的。
因即个读册的习惯吼，其实甲今仔日吼，咱无共款世代，因的生存的条件也无共款吼，因对即个音乐啊，也是讲有道啊，会当斗阵吼做对话即种无共款的即个影像，阮其实是最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无我就来做即个慢教，甲慢教嘛放入来哦。但即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我着爱家己想办法去。搁去找着资源吼，就是甲阮兜的即个我会看的吼来募款啊，来甲伊做做一个是但是嘛是因为安尼，因为慢教有影是伊就是爱足侪的投入吼，无论讲是影像的部分、音乐的部分、配音的部分，吼，拢爱重新去做思考吼。就伫咧即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讲，因为阮兜的两个双生仔囡仔，伊甲市面上所有的即个台语的绘本，也搁有即个台语的音乐。阮拢已经买了嘛，读了啊，有影拢已经无故事通好个读啊，所以我就想讲，无就加即个阮逐工吼伫咧因困进前1001年的即个床边故事内底的即个3个故事，我就甲摕来做即个出版，嘛想讲，毋若是就是为因做一个记录，嘛是想讲要献互咱台湾的囡仔，会当有无共款的即个台语绘本，甲慢教会当好看。是，头先嘉颖教授讲，咧做的时阵，其实配音啊，还是讲绘本动画，拢有足侪媒介爱去抓。你敢有印象中拄着啥物较困难的？我感觉上困难的，就是讲吼，第一要安怎教一寡较复杂的议题，要讲互囡仔听。譬如讲，啥物是土地正义？吼，伫咧石好的厝内底吼，其实是只石好，伊去流浪，伊甲爸爸妈妈分开吼，但是嘛是要甲观众朋友讲吼，石好是无甲爸爸斗阵生活的，拢是石好妈妈带两个囡仔，为着剧情的需要，所以内底有爸爸斗阵生活安尼吼，这嘛是爱甲咱观众朋友补充一下安尼吼。当然就是伫咧这过程当中，你透过引导去互拆细线。开始去思考，啥物是环境的正义，咱要安怎提起咱的勇气来去保护伊所爱一切安尼。这是咧讲正义，啥物是正义的议题？若是讲即个第二本吼，即本崔主友的台湾乌信吼，伊所讲的其实就是啥物是自由，啥物是民主。要去思考，要对话是过去咱台湾伫咧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咱的前辈是安怎透过因家己的性命。去追求即个自由的价值、民主的价值，嘛是要看到咱今仔日对照咱今仔日的即个香港，吼，今仔日香港少年人，伊安怎用因的即个性命，甲因的即个实践，去重新去思考，啥物是香港，啥物是自由甲民主安尼。即本唱家己的歌吼，唱家己的歌，即本吼是咧讲主体性吼，因为我家己所学的是社会学，社会学伊的即个上深层的一个思考甲精神，就是咧探讨人类的主体性是啥物吼。主体性即个议题对咱台湾人来讲特别重要。到底咱是啥物人？咱的即个主体性的内容是啥物物件？其实这画风看起来足古锥，但是你认真落去读，你用心体会，老师你内底讲的，其实足侪是甲咱家己本身台湾这片土地发生的代志有关系。嘛会使透过台湾这片土地发生去看世界咧发生的代志，这种议题感觉小可较正义的感觉的话，要互囡仔读应该会较好理解。就是拄仔所讲着吼，就是到底啥物是正义，也是讲咱要讲即个国语政策，咱也是用种研导的一寡历史的课本的一寡文字来甲因讲，可能伊会感觉讲这伤深啊，我其实无法度理解哦。但是你用即个就是故事的方法吼，来去甲因讲的时阵，因会透过即种咱用即个动物，因互相讲的语言，伊会当吼，就是去识别即种咱讲较复杂的一寡议题。而且吼，咱即个故事内底，即个豆仔鸟吼，豆仔鸟妈妈是有影伫咧咱大自然的世界内底，咱伫咧 Discovery Channel 嘛，定定会看到吼。豆仔鸟妈妈是有影，就是甲卵拢生伫咧别人兜，而且每一个树拢生一粒吼，我感觉吼有够有智慧啊！就是甲伊即个卵生伫咧别人兜吼，每一个树拢敢若一粒，安尼就会当吼确定讲伊的迄只。鸟啊，吼生出来了，就是唯一的一个会当去享受着别人的即个鸟妈妈爱的吼。通常而且豆仔鸟较大只，吼伊孵出来了，就会当甲别人兜的即个卵踢落去即个树仔骹，伊就变做唯一的一只安尼。吼伫咧即个过程当中，我甲我的囡仔斗阵看即个生态纪录片，看完了后，囡仔看喙开开，哪有即种
即种生存的即种本性吼，啊，暗时我就甲因讲即个故事，啊，伫咧讲即个故事当中，我就突然间就想着讲啊，这就是歌舞政策吼，啊，过去伫咱台湾真正发生过即种代志，伫咧鸟仔世界有安尼的故事，啊，伫咧咱的人的世界嘛是有发生共款的故事吼，顶甲先吼是我两个囡仔吼，因伫咧我甲因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因嘛是会斗阵甲我开讲，所以讲实际上即3本绘本吼，即个故事的原型嘛是有因的精神伫咧内底，因为伊会嘛替我修改吼，透过开讲就修改讲，哦，即个部分我可能爱讲啊，搁较接近囡仔因即马识别即个世界的方法安尼。所以伊嘛是应该是讲看袂到的即个作者伫咧即3本册内底。甲因老师，你两个后生其实因的台语讲了真好，迄是因为自细汉老师就开始甲因讲嘛？对，就是为因伫咧我的巴肚内底，阮就开始讲台语吼，啊，这嘛是爱甲各位观众朋友鼓励吼，因为我嘛是共款吼，是捡转来甲台语捡转来，迄个即个世代吼其中的一员安尼。啊嘛是阮系即个柯慧茹教授甲我鼓励讲，你即马开始吼，你莫惊歹势吼，你着对你的巴肚讲台语，啊，为迄个时阵开始，我着转做是母妈妈，所以因生出来了后，我甲因的即个语言的 channel。就是台语的吼，我看到因，我就是讲台语安尼。啊，因嘛是看到我，就甲我讲台语，所以阮兜有一个全台语的环境。真自然伫厝内底全部拢讲台语，但是像因遮个囡仔，伊行出家庭了后去外口的话，即种台语母语，敢会对因造成虾米款较歹适应的所在？因为阮兜拄好因两个人是相生啊，所以讲好处是讲因两个人就是会当互相讲台语吼，这是会甲一般的即个台语囡仔会拄着的条件较无共款的吼。但是呢，就是当然就是讲伫咧第一个抗战，就是因入去即个幼稚园的时阵，这是第一个抗战，就是伊发现讲所有的囡仔，咱拢甲我讲无共款的话吼，讲华语，迄是第一个爱去豆豆迄个时阵爱坚定落来吼。啊，第二个抗战就是大班，甲即马读小学的时阵，因为因即马开始要，因为因伫咧学校读写的拢是华语，所以讲因开始要做一寡幼路的思考的时阵，华语的书写就会入去因的头壳内底哦。即个时阵，即个华语就会去排除掉原本的即个语言系统。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我甲所有的语言拢放伫因的头壳内底，包括着日语、英语、台语，啊一寡客语，吼啊我嘛互因熟悉原住民语，啊嘛互因知影讲即个世界其实还佫有德语、法语，吼无共款的语言，互因哦知影讲即个语言的本身应该是无关家之分，吼啊伫咧即个过程当中，因甲每一个语言的句例，我希望是相共的，啊会使甲家己的母语较亲密的。好，这是我的方法，啊嘛分享给大家，唔知影讲这个方法对大家是毋是有帮助？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伫咧因两个长时仔的身躯顶，我看到讲不离啊成功安尼。就是嘛，现在讲台湾其实存在着即种无共款的母语，除了家己的嘛尊重别人的，安尼因后盖去伫社会面对着因得互相尊重，还是互相学习安尼即种态度。对。今仔日非常感谢嘉英教授来节目中，甲咱分享遮尔济甲台语母语有关系故事，嘛帮大家伫生活中找到甲母语讲转来。以上就是即集的代志话大条，咱后礼拜再会。再会。这是一座圆圆的小山轮仔，四khu位仔拢是蓝仔地，这个所在的人拢足爱啉蛤蟆汤。我就是讲，咱上面拢在讲，就开始讲母语，开始讲二八，开始讲甚至是鬼故事、鬼仔故。